真係有車人士嘅風流。今日特登嚟到元朗呢一度，交通唔係話十分方便嘅酒樓嚟到去食午餐，睇下酒樓裏邊嘅風格，仲有一個表演台，所以就吸引咗我哋入嚟啦。究竟呢間酒樓最出名係食咩呢？睇落去就知啦。睇落去之前，請大家俾個 like 同埋訂閱我呢個頻道。呢一個係平日嘅一個晏晝，我哋揸車入嚟元朗嘅潭尾段青山公路潭尾段嘅394號，擺低咗架車喺呢一間酒樓嘅停車場，跟住就行入去酒樓啦。呢一間酒樓好有鄉土風情，可以睇一睇啦。呢間酒樓有個表演台，聞說會有機會見到有人表演，可惜我哋晏晝去見唔到。睇到酒樓裏面有裝修簡樸典雅，仲可以喺外邊引入自然光，所以都係開心嘅，可以遠離城市，入嚟鄉村風格嘅酒樓，嘆返個午餐。你話如果表演台仲有人演奏，咁咪可以一邊食嘢一邊欣賞表演，幾咁開心呢？叫咗啲點心，先嚟一籠蝦餃，蝦餃好大隻啊，一籠有4隻，49蚊。蝦餃好大隻，啲蝦亦都好大隻。跟住陸續上埋其他嘅點心，有陳皮牛肉啦、蒸排骨啦、鹹水角，唔係普通嘅鹹水角，係啤梨鹹水角。仲有一個魚湯鮮竹卷，36蚊。呢件陳皮牛肉又幾好味喎，26蚊。啤梨鹹水角40蚊，旁邊嗰碟係叉燒腸40蚊。一份叉燒腸呢，一碟呢有6件。叉燒腸都包得唔錯，幾好味嘅，嗰個皮都幾薄。呢個係欖角蒸排骨，26蚊。呢一款係啤梨鹹水角，有啤梨喺裏邊，都幾特別喎。咩味道呢？要試下先得啦。跟住落嚟呢係燒味雙拼套餐，咁呢個套餐呢係280嘅。喺呢度嚟講，佢嘅炭燒係比較出名。本來想叫燒鵝嘅，但係佢話俾我哋聽燒鵝呢就要等好耐，咁所以我哋叫咗燒腩仔同埋叉燒，再配一鍋湯米粉、河粉或者係烏冬，我哋揀咗米粉。呢個燒味雙拼套餐就係燒味雙拼啦，加一個鍋嘅米粉或者係其他粉，跟住一碟嘅菜嘅。燒味雙拼，因為佢話俾我哋聽，如果我哋要燒鵝呢，個燒鵝呢要等比較耐嘅時間，咁所以我哋呢就揀咗燒腩仔同埋叉燒。我覺得個叉燒呢都係比較韌啊，而嗰個燒腩仔呢就 OK 嘅，啲皮都夠脆口。我對呢間酒樓嘅感覺反而唔係嚟自佢嘅食物，
而我係喜歡呢間酒樓嘅裝修同埋格局簡約古典，同埋呢一間酒樓呢，喺一啲嘅時間呢，佢會係有古箏同埋琵琶嘅演奏㗎。咁我呢，好希望可以夾到嘅時間可以聽到啦。你話如果可以一邊午餐一邊欣賞古典嘅中樂，你話幾咁愉快啊？嚟呢間酒樓度飲茶，無疑係有車人士比較方便，但我知道呢，都有一啲嘅小巴係會上到嚟呢一度嘅，咁啊大家有興趣呢，就可以 Google 一下啦。睇返今次張賬單，茶位係15蚊一位，需要加一服務費，總數係622。